看到了蜂蛹，我都想到，而且我都在新旧宿理呢方面，蜂蛹都表示問題，各樣嘅問題都係要出世間嚟啲。但係我嘅福音講出約翰福音5:47咁樣講到，係嚟撒從上帝裏出世，能打贏呢個世間，世間係按到呢風情。問題嘅風情、痛苦嘅風情、各樣嘅風情，咪嚟到自家嘅家庭度，咪嚟到自家嘅生活中。但係呢個聖經講自家啲，自家從上帝嘅出世，而是相信耶穌嘅人都係從上帝嘅出世，自家能打贏呢個世間嘅問題，打贏呢世間各樣嘅風情，都係用乜嘅呢？用自家嘅信心，自家嘅信心對耶穌基督能打贏一切世間嘅各樣嘅問題，但係呢，因為自己相信自己天然嘅主耶穌要大家同在，自己信嘅，自己就信心對呢個主耶穌，自己能夠打贏呢個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就係阿們。